这平安，感谢上帝，佮因带带领咱来到伊的圣殿来做伙敬拜而乐意。咱要礼拜进前，咱请陈牧师来为咱会前的祈祷。向咱同心来感谢，创造宇宙万物，也特别通过你无尽的疼甲恩典，引带阮，互阮用心灵甲诚实来就近你，也通过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赞，成做阮的快乐，成做阮的祝福，互阮时时刻刻通过因为亲近你，阮的生命得到更新，也互阮更较充满上帝你同在的信心甲快乐。通伫社会中间，成做上帝你的见证。阮恭敬将早起的敬拜、仰望圣神真侪保守甲因带，通过阮所服侍的一切，会当将一切归荣光伫你，利益伫众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大家平安。今日是主所定的日，为信的人所举办的日嘛吼。咱来遮有敢有真欢喜？有嘛吼。邀见上帝是一种的福气啦吼。我现在是是讲，印象中间对初代的信徒40-50年前，因要礼拜，敢有较轻松？有诶，拢爱半暝3-4点都爱行路呢，天也袂光就行几啊破里路，足远诶啦。礼拜了后，中昼搁到下搁伫遐煮面，搁食饭，食了搁下晡时搁礼拜，食礼拜煞再搁慢慢搁倒转去。可能这若吼一个少年辈，可能听到讲，即个介人安尼讲过吼。其实即款诶信仰，就是因为即款诶信仰，才会当延续延续的话，咱才会当安尼啦吼。台湾叫做点个1200几个教会。是安尼来吼，后来咱来先唱今仔日要唱的是113首，咱请琴甲咱先弹，这种真熟啊吼，咱词咱来甲听看卖吼。也在歌词安尼讲，我要条件上帝，我要条件你，因为你是救赎主。第二个讲，你是慈悲恩典的君王，所以我靠你。第三节讲，你是我活命，愿对你的生存一切恩惠，这是你所分，求你用信心完成夫妻愿，祝愿快乐赢过试炼顺转。每一个人有捌拄着试炼，咱要咱来度过这款的困境，就是爱瓦克吼。来，咱第三节来唱一遍吼。
第三节，你就是我名，我对你献出一切问题，将为你所本，有你用心心，我能扶起我。好，咱搁来唱咱这个月的月灵诗377首，377首，鼓舞大家甘奉献，报答主恩是当然。耶稣正做天真饼，都成肉体做圣囝。这首诗歌，若较有会人，应该拢捌唱过吼。咱若看下骹迄个作词黄武东牧师，黄武牧师若较少年辈拢毋捌啦吼。但是你若去看咱教会历史吼，迄个内容上顶都会所写，迄个真清楚。伊1909年出世。那要有得的是111岁啊！伊是咱台湾第一届的总会议长，1951年。1957年是咱台湾基督教会总会总干事，对台湾基督教会来讲贡献是相当的大吼。啊，真好的脚迹，互咱学习。啊，伊伫1994年过往，求上帝调伊转去85岁。咱看这个词，这拢有押韵呢。拢有斗句呢，啊，毋若斗句呢，这内底歌词实在是足好诶，咧鼓励咱吼，鼓励咱爱安怎来甘奉献吼。当然奉献，咱一般拢干那讲金钱，其实毋是啦，无够。你诶时间，你诶才能，咱若今日有小可看着讲，咱教会外口诶花圃吼，小可无共，有电做过啊吼，啊，这就是有心诶人，有想讲，教会是爱来斗关心，所以来做诶吼。迄青青诶草。有个打起，啊，佮整理了，佮用白石头甲铺起来，感觉无共款，对毋对？是，毋是介困难的代志，但是有迄个，伊有迄个种个专业，啊，佮有迄个心，就是无共款。所以奉献毋单金钱尔，你的时间、你的才能，拢会使吼。咱来唱第一节。我不带给甘奉献，我答主温馨动人，耶稣正做你真饼，我正肉体做圣饼。第二节，你要为做什么？但无看有人看你，你若无钱嘛有够，世事无密码。第三节，为做奉献着重视。唔通徛在讲无言，咱着好大为第三节讲吼，为主奉献着忠诚，唔通徛在讲无用，咱着好胆紧向前。为主奉献最干净。我想咱教会兄弟姊妹，袂讲叫伊斗做啥，伊讲会讲无用，毋捌拄过啦，大家拢会讲好啦。啊，佮较欠不一项是讲，啊若这我会当来主动讲啊，这个我小可会晓，我来斗做好无？啊，佮较少听到啦吼。咱来当讲，毋通讲无用尔，佮会当主动佮斗骹手淡薄，上帝殿会佮来较好啦吼。这咱拢真熟啊，咱就毋通安尼，咱搁来第
第5节、第6节念一遍歌词啦，用念的就好。要出、要入，照圣旨；要用、要开，出在你。这是要开哦，开啥呐？要花啦。要用你的钱要用吼，你免哪用都随你嘛，对不对吼？就出在你。主若乐意，要用无提时，甘心乐意，真欢喜。你若为出伫你的心内，甘愿来奉献，真欢喜吼。过来第6节，你若为主唔愿放，主要依交互别人。你若为主甘愿献，搁要互你讲钱，是真正拢知。人讲你的银行簿里的存部是个数字，你要用心拢会使，这是你的财产。啊，你若去互上帝调去的时阵咧，迄比啥？遗产啊，遗产。啊，遗产有时阵你若分好就好，分袂好的时阵咧，你的囝儿孙会差个来个哦吼。所以咱家己爱知影讲，咱要咱运用上帝互咱遮的物件啦，吼，这是这拄好拄啊，这首爱当来鼓励咱、提醒咱，大家拢知，我嘛知。咱是要来面对的时，咱可能咱爱再搁想一下吼。来，咱最后382首来准备咱的心。我的性命献予你，做你路用到一世，时刻明日献予主，用规阳光历万年久。咱唱我第3节就好吼。382首第1节。第2節，我的主愛你命令，為着我做最缺也，我也忠雄配。第3節，我的心我因何理由，我喜悦如土我天，我的罪爱的第3节讲，我的声音互你用，欢喜乐乐主无停，我献嘴唇来叮当，报传福音来救人。我知影大家拢真爱唱歌，这是咱人足自然的现象吼。唱歌声音来奉献就做上好，有诶你家己唱，家己学乐。啊，生活中嘛需要你若有心，你若有声，啊，在有时间，嘛当来用你的声来做伙来学乐上帝吼。这是咱将的提醒吼，咱备办心的最近的礼拜。
来啊，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咱的吟诗，学罗上帝圣诗377首，鼓励大家甘奉献，鼓励大家甘奉献，报答主恩是当然。耶稣真多，天真饼，道成肉体做圣囝。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377首。下面咱们用主的祈祷文，咱做阵来祈祷。伫咱就报第7面，主祷文：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下面咱来启用伫启用文54篇，咱圣诗后面启用文54篇。启用文54篇都是马太第5章。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
要喙焦宣布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人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人来吟诗圣诗113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唯一倚靠，我心慕救主。为着可怜我，你白受苦痛。阮一切半路求你来投放。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113首。请坐，下面咱要请主日学来献诗，靠着耶稣圣名。
咱做阵下头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至圣的天父，感谢你的疼叹。伫你的主日，阮阁一摆聚集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学罗你。阮阁一摆来孝念你对阮的大疼叹，你的大怜悯。主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降生伫阮的中间，为着要拯救阮，来受定死伫十字架顶。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阮才通得到赦免。通过正信徒，将主降生的福音也传到全世界。福音嘛才传到台湾，我才通明白主得到救恩。为正月到即马，武汉肺炎传染全世界，互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惊吓。阮的政府的防疫有保护着阮老百姓。伫台湾，我有安全的环境，真感谢主。伫顶礼拜，阮嘛暂时有开放，阮的生活甲经济嘛渐渐咧恢复。毋过，阮嘛爱谨慎，毋好伤轻松。共款爱防备疫情佫会开始传染。原在这段时间上艰苦、上辛劳的，都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求主帮赞保守，这阵为着阮服侍的医护人员，互因当会平安。感谢主，伫这病症传染的时阵，阮阁一摆，阁来思考上帝的旨意，就亲像以色列人受掠到巴比伦，有痛苦，有贴靠，这是上帝对全世界的人的试验。阮包括一摆来到上帝面前，求主来赦免，重新甲主来亲近，也求主理事智慧互阮。毋管伫倒一位，阮也当明白主，知这拢是主对阮的试验，对阮的救恩。也求主赐智慧互阮的政府，因这段时间所行所做，拢是公义甲正直，真正是为着咱所有的台湾人。也求主你赐智慧互阮，也互阮的教会有信心，将你的福音传伫目沙，互更较侪人来明白主，拯救更较侪人。伫暑假，阮也有主日学夏令营甲青少年团契生活营。毋管是社区老人的事工、团契事工、主日的事工，拢有当得到主你的引带。求主你带领教会活动甲聚会。教会即马嘛搁找新的牧者，求主的圣神甲屏幕小组的同工做阵来做工，带领同工会当找到上帝所欢喜的牧者来牧养分散教会。伫阮中间嘛有身体软正的，求主的灵也甲因同在，体贴因、安慰因软正的身躯。原知这拢是上帝的旨意，是要操练过咱的信心。今仔日是总会事工纪念主日，咱嘛欢迎陈牧师来到阮的中间正道，也求主接纳。阮只是要开始阮今日礼拜，求主降临甲阮同在，安静阮正内心。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下面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诗篇
15篇第1节到第5节，伫咱旧约的588面。诗篇15篇第1节到第5节。第1节，耶和华一水为架骹伫你的步边，一水为徛起伫你的圣山，就是所行正直、所做公义、心内讲诚实的人。伊无用之加武人，无歹款待朋友，人诡辩厝边，伊无四过摇后。伊的目睭看轻匪类，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伊咒詛，虽望家己揭开，也无变换。伊群少人，无为着利息，无受暴露，来害无罪。惊即号事的人，永远无摇绝。另外一节，伫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伫新约195面。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下面咱要请陈牧师担任讲道，伊的题目是基督的门徒。所敬听咱文山教会所有的长执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早起会当甲咱做伙敬拜，也搁一遍通过上帝的话来看见，咱怎样伫每一个时代，拢会当成做上帝真中的门徒。请咱搁一遍上个同心来感谢。创造宇宙万物，互阮会当成做上帝你所疼痛、所关心、所伫意的性命，也互阮通学习。怎样伫世间会当尽阮的本分，互你的国度日日得着光阔。即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圣神感恩节的第2个主日，阮搁一遍三角就近你，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来将阮家己献伫你的面前。愿你通过你的话，搁一遍加添阮的信心甲气力，互阮时时刻刻会当伫阮的生命的中间。成做你尽忠的使用，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个人目前是伫总会担任这个研究甲发展中心的主任，有一项真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年爱做咱的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教授统计。最近4月底，拄啊有将咱2018年底。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目前的教授统计拄啊完成。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到2018年的年底，拢总有1269间的教会，咱的信徒拢总有将近26万，超过25万8千外人。这其中有525间是原住民的教会，有7万3千外，就是这原住民的兄弟姊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每一个礼拜日，亲像咱今仔日共款，恁摇看觅，咱用几种语言咧做礼拜？恁有人知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69间的教会，每一个礼拜日，咱用18种的语言咧做礼拜。这18种其中，咱文山教会今仔用2种语言，但是其他有10几种是这原住民因的族语。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感谢上帝，伫台湾这个岛屿，伫这个土地中间，上帝有互咱遮尔侪无共款的族群，互咱用遮尔侪丰富的文化甲语言，共同咧见证上帝恩典甲疼痛。所以，咱每一个礼拜日超过10几种，是咱这原住民的教会甲兄弟姊妹，因用因的族语咧礼拜。像我即马身躯顶所穿即领，恁有人摇会出来我即领衫是倒一组的无？摇看觅，无人敢摇哦。布农族，佮摇看觅，咱有几组啊？咱有真侪组对无？吼，
我甲咱做一个提醒好啊。咱的原住民的教会上早信主的倒一族？啊，毋是阿美族。对，杜鲁古啦吼。若要讲是杜鲁古族、泰鲁格族吼。我这领衫就是杜鲁古族的吼。因为我伫义工教会牧会的时阵，阮有一间原住民的教会做姊妹教会，就是伫塔鲁国中会，甲因建立姊妹教会了。有一遍，阮去访问韩国的教会，阮的姊妹教会伫韩国。伫咧中间后来韩国教会来访问了，我有带因去到伫塔鲁国教会中会这间崇光教会去，因送阮一领吼，一领就是塔鲁国族的一个，因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衫。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每年的6月第3主日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事工的奉献主日，是要唤起咱全体的教会甲兄弟姊妹共同关心咱总会事工的推展，特别通过每一个委员会的事工活动，互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正会当成做台湾5万的记号。讲到5万的时阵，真欢喜早起伫礼拜中间看见咱文山教会。因为咱的历史已经得要130年啊，对无？到明年就130年啊。看到恁的主日学生咧献诗，实在是真感动。更较感动是我拄啊，咱咧读主导文的时阵，恁知影恁的主日学生会晓背主导文呢？用台语哦，毋是用华语哦，吼。拄啊，我伫边仔看因用即个台语，因伫遐咧念出因家己的一个信仰告别的时阵。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真正是5万啦！伫咧中间，咱要看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咧讲的5万，毋是一个空喙用喙讲的，更较重要是要通过咱的信仰，通过咱的生活，通过咱逐人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展现上帝真正伫咱的中间成做5万。咱拄有吟圣诗113首，敢有人知影这首圣诗谁写的？咱拄啊，阁有会前有认识哦，吼！恁敢知影这首圣诗什么人写的？真重要呢，因为这首圣诗吼，无论是进前咱100周年、说到100周年的时阵，迄本圣诗523首，也是咱2009年即马新的圣诗650首，其中拢敢若只有一首是咱的长老教会的创始者加里姆牧师所写的圣诗，就是。拄啊，咱所吟的迄首圣诗啦，是咱全世界长老教会创始者加里姆牧师所写的。伊伫咱圣诗中间有甲修一首，就是各位拄啊所唱的一首圣诗。这首圣诗诚做加里姆牧师真重要的信仰告别，嘛是诚做咱每一个长老教会信徒，你每一遍当你咧吟的时阵，你去体会加里姆牧师伊的信仰。第二。嘛，诚做咱的信仰告别。你若注意读、注意吟的中间，第3节伫遐讲你就是活命，我对你生存。若我的活命若毋是对你来，我的活命无意义啦。这是加里文足清楚的一个信仰告别。到伫第5节，伊搁伫遐讲除去你以外，别位无5万，祝你应允，所信无空空。求赐阮平安、自在甲确信，对你得到快乐，互阮永健心。列为咱文山教会的长子甲兄弟，恁有确信，恁的所信无空空也无。咱怎样伫咱的人生，将做一个基督徒的学习的过程的中间，常常真正清楚确信，我所信绝对无空空，因为。上帝诚做我的5万，特别通过耶稣基督为着我的罪死伫十字架顶。今仔日通过这款的信仰，通过我这款的告别，我已经确信上帝听我。所以拄好咱咧读诗篇第15篇，这诗篇15篇是一个朝圣者来到圣殿的门口，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有资格来到上帝圣殿？换做今仔日的现况来讲。今仔日，当你来到文山教会，你要来做礼拜的时阵，你到伫上帝面前问讲，我有啥物资格会当来到文山教会来敬拜上帝？各位亲爱的兄弟，
诗篇15篇的作者伫遮要甲咱讲，上帝对世界人类，伊对咱并无要求什么款的条件，颠倒变，伊主动提供，互咱每一个生命无尽的恩典甲愿望。所以诗篇第15篇是互咱搁一遍提醒咱，怎样亲近上帝，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生命的关系。所以咱来当对3方面3角，对诗篇15篇来看，咱要怎样伫上帝即款的普世的救恩，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带予全人类的即款的救恩，咱确信以后，咱安怎会当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一生成做基督的门徒。第一，伫遮咧提醒，要成做基督的门徒，爱成做一个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诗篇15篇第2节，咧讲起什么人会当来就近上帝？只要用新的现代台语译本安尼讲，讲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对身体讲真实的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对身体讲诚实的人？各位亲爱兄弟，每一个基督徒，今仔日咱行为的正直甲公义的前提，就是因为咱要行出上帝的旨意。所以，当咱要亲近上帝意义的条件，亲近上帝意义的条件，就是咱愿意听探上帝的命令、伊的指示、伊的提醒、甲伊的要求。搁较重要，咱亲近上帝意义的目的，敢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咱欢喜去实践上帝的旨意，所以当咱每一遍咧亲近上帝的时阵，咱要用谦卑顺服的态度来到伫伊的面前。无论亲像咱今仔日3个组织，伫一个教会中间做伙礼拜，也是咱家己逐日亲近上帝，你的灵修、你的祈祷、你的读圣经，拢同款的基本的态度，就是咱要用谦卑顺服来到上帝面前，安尼。上帝话才有可能入去伫你的生命中间。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感谢上帝，互我伫服侍人生的中间，伫2005年到2013年有机会伫义工教会牧会。咱有人捌去过义工教会无？咱有人知影义工教会的特殊性，就是伊是台湾基督教唯一一间用凶杀的所在，正做教会，就是咱义工教会。1980年所发生的这个林家血案，伫这间厝内底，林义雄59岁老母林尤阿妹，甲因2个双生的查某囝林念君甲林庆君，拄满7岁，3个人受杀死伫这间厝内底。佮林义雄的大汉查某囝林焕君，受杀6刀重伤，后来救回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当林义雄先生要请伊的夫人将这个大汉查某囝带离开台湾去另外一个所在的时阵，因伊的这个一间财产，就是咱即马所在的义工教会。总是请问有人敢买凶宅无？恁有人会买袂？无人会买啊！所以因迄间厝要卖时，无人敢去买迄间厝，因为到即马，包括咱台湾的政府，无论倒一个总统，拢无法度会当去找出当时林家血案的凶手。转型正义到目前为止，嘛无法度，因为当初现场已经破坏，无法度去找到当时会当有的线索。各位亲爱兄弟，这间义工教会。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伫遐8年牧会。但在8年牧会中间，我常常咧笑念一位兄弟，因为伊通常伫咱看到伊的，是伫电视顶面，也是伫迄个街仔路顶面看到。但是伫义工教会兄弟姊妹是常常伫礼拜日做礼拜的时阵看到伊的，就是咱大道联盟的永远主席，叫做赵东兄，黄赵东兄。伊是义工教会兄弟姊妹。伊是伫2004年的圣诞节，伫义工教会洗礼，因为迄年伊的牵手过身，伫病床顶面，最后要
过身进前，请林宗正牧师甲伊的夫人洗礼。迄年的圣诞节，赵龙兄嘛伫义工教会洗礼，成做义工教会信徒。其实赵龙兄32年伫日本，为着台独运动，成做黑名单，无法度转来台湾的时阵，伊伫东京时常去东京台湾人教会做礼拜，总是因为伊厝里的宗教信仰，致到伊毋敢成做基督徒。所以后来1992年黑名单开放了，伊有机会转来到台湾，伊想着讲，伊唯一想要去做礼拜，只有一间教会，就是义工教会。从第一阵开始，李圣宏长老常常有机会邀请伊来到义工教会做礼拜。当赵龙兄甲义工教会兄弟真济主内兄弟姊妹的时阵，其实伊是真谦卑的。伫教会内面，你真少看到伊，亲像伫电视顶面、伫街头顶面，遐尼大声，为着台独运动，伫遐大声发。伫教会内面，伊真谦卑，伊真爱吟圣诗，甚至捌有一段时间，伊有参加阮的献歌队，但是后来伊发现讲，伊五音袂准，八音袂准，所以后来就无参加献歌队。总是伊最爱吟圣诗，真济遍。伫义工教会礼拜时阵，我伫台仔顶。看见伊伫脚骹徛伫遐咧吟圣诗，因为后来伊人较大箍，所以伊徛起来袂当徛伫椅仔甲椅仔中间，伊爱徛来伫咧走廊仔顶面吟圣诗。几啊遍我伫讲内顶看伊哪吟圣诗，哪流目屎。伊伫咧中间咧体会，即个圣诗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信仰告别。伊咧经验伊的生命中间，上帝怎样成做伊一生的帮助甲祝福。虽然伊到年老才洗礼，总是其实伊对高中的时代，伫台大印中的时阵，伊就捌去个太平间教会，捌去做礼拜。啊嘛看见太平间教会遐尼侪圣歌队内面遐尼侪真水的姊妹，伊讲伊安尼动机毋对，无应该去教会。各位亲爱兄弟，2007年义工教会25周年，我要出一个特刊，我拜托伊写一篇伊的见证。伊讲我袂晓写啦，恁有人来甲我采访，会当伫采访的过程中替伊做伊的一个信仰见证。后来，这篇见证叫做啥？你敢知？叫做黄昭堂的忏悔录啦，黄昭堂的忏悔录啦。伊伫内面讲我无资格成做基督徒。你位亲爱兄弟姊妹，确实，咱每一个人伫上帝创造的软弱。无教也自私的本性的中间，咱拢无机会嘛，无资格成做基督徒。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甲疼痛，互咱信靠伊，咱有可能恢复甲上帝一个和谐合宜的关系。这就是保罗常常咧讲的因信称义的关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篇15篇搁一遍咧提醒咱。每一个人今仔日，咱来亲近上帝，咱就是要成做一个谦卑顺服上帝旨意的人。上帝话才有可能进入咱的心内，咱才有可能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成做上帝的见证。第二项，要成做基督的门徒，诗篇15篇进一步要甲人讲，是要成做真实用性命归荣光上帝的人，爱真实。用性命来归荣光上帝的人。诗篇第15篇的第3节甲第4节的上半段安尼讲：伊无用喙舌中伤人，伊无陷害朋友，无世界造谣来诽谤厝边，伊的目睭藐视做歹的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赏赐予咱的人类的身体有遮尔侪无共款的器官。这个器官所组成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要互人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咱的身体，咱一生的生命，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荣光上帝。所以，对咱的心思意念、咱的生命展现、咱的人际关系、咱的社会生活、咱的国家的认同，咱一生。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欢喜用咱的生命来归荣光上帝。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讲：
伊当当时对哥林多教会信徒伫遐勉励，所以无论恁是食还是啉，还是做甚物，拢着爱为着上帝来做。保罗伫2000年前就伫遐咧提醒，基督徒无论食、无论啉、无论做甚物，爱为着荣光上帝来做。感谢上帝，咱长老教会创始者甘霖文牧师伊的一生拍拼努力，用家己的性命来荣光上帝。到伫伊要安息要死之前，伊特别伫遐千交代、万交代一项事，伊讲袂使为着我做懵逼，因为做懵逼，人看到我的名叫做 John Carvin， 倒一年、倒一月、倒一日出世，倒一年、倒一月、倒一日安息。看到这个人的名，会想到这个人偌伟大，一生做偌济代志，功名成就，总是常常因为看这个人，袂记得讲，若毋是有上帝关灵、恩典甲疼痛，这个人什么拢毋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500年来无人找会到甘霖文牧师的梦伫什么所在，因为伊无爱互人知伊待伫什么所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长老教会创始者甘霖文牧师。所以咱长老教会，包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咱长老宗的传统，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精神，咱就是要一切归荣光上帝，无咧归荣光伫人。这是咱真重要的一个信仰课题，嘛是今日长老教会信徒一生上重要的目的。通过咱的生命，会当归荣光上帝人，这才是真正基督的门徒。第三项，伫诗篇15篇，要搁甲人进一步甲人讲，真正做基督的门徒，上困难一项，就是爱甘愿牺牲来受苦，祝福别人的人。真做基督的门徒，搁较重要是甘愿牺牲受苦来祝福别人的人。诗篇15篇的第40后半段，甲第50安尼讲：伊咒詛虽然家己揭开，嘛无改变。伊钱借人，毋是为着利息。伊无收贿赂来陷害无辜的人。做即款代志的人，会永远徛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基督徒的人生观甲价值观，到底甲一般人有甚物无共款？那今仔日对基督信仰来看，基督徒甲别人上大的无同，就是基督徒搁较看重别人的欠缺甲困难。常常基督徒会伫真侪人会受苦的性命中间，去看见咱关怀的责任甲使命。所以，咱家己吃亏，咱犹原甘愿欢喜，因为伫重担苦难的时阵，咱要当享受荣光、平安甲喜乐。所以基督徒上宝贝的见证，就是咱哪亲像耶稣基督，为着别人牺牲受苦愈多，咱颠倒经验上帝恩典祝福哪个天。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基督信仰、基督的教会2000年来上重要的见证，拢伫遮。真正亲像耶稣基督同款，愿意为着别人牺牲受苦的人，颠倒伫咱的心上，经验上帝搁较多，算袂了恩典甲疼痛。各位亲爱兄弟姊妹，3年前的3月份，前卫出版社出一本册，这本册叫做高志明牧师的回忆录。但这个回忆录中间，你若注意甲看伊的副标，伊的副标底下讲，磨难可悲下面的信仰甲实践。伫磨难可悲下面的信仰甲实践，所以高志明牧师的回忆录要甲人讲的，就是伊真做一个基督徒，怎样伫基督信仰的中间，虽然面对真侪艰难困苦甲目屎，总是这就是伊所要见证的基督信仰，互人看出高志明牧师的人生甲生命怎样学习，真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去年2月14，上帝拣调高志明牧师登记伫个身躯边，总是当咱有机会咧回想高牧师的一生的时阵，有真侪代志值得咱去学习。
1977年8月16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咱知当时长老教会甲国民党政权为着咱教会甲台湾人民徛做伙，毋望台湾成做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咱伫70年代发表3个真重要的声明：1971年的国事声明，1975年我们的呼吁，上重要是1977年第3个叫做人权宣言。当时为着要草拟人权宣言的这个目的，每一个人面对迄个时的危机、艰难、困苦甲威胁，每一个人拢写好遗书，然后才开始草拟人权宣言。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本回忆录内面122页，你看会到高俊明牧师的遗书啦。这个遗书是家己写好，伊嘛无互牧师娘看，总是放伫因厝里上会用得到的一个橱仔内底，伊放伫遐。这个遗书内面讲起就讲，若是为着信仰，伊所面对死亡，伊嘛甘愿欢喜。然后伫内底遗书内面讲，我若为着信仰，伫遐丧失性命的时候，我的遗产一半要赠送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伫遐做宣教、服务、人权保障、以及这宣教事工的经费。另外一半的遗产要捐予玉山神学院，以及伊顶面写讲三地教会。咱知影高俊明牧师1979年到1989年19年做长老教会总干事，当然其中有包括4年3个月到21天，是为着美丽岛事件，伊当施明德无地走的时阵，通过别人拜托高牧师甲斗安排，伊有所在暂时秘一个，为着安尼安排，高牧师去用判刑7年，然后后来坐监4年3个月到21天。伫遐要做总干事进前，高牧师对28岁到42岁14年的时间做玉山神学院的院长，所以真关心原住民的教会，甲原住民或者牧者的培养的工作。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看见迄个时代，亲像高牧师同款，当咱长老教会伫真重要的时刻，上帝爱咱扮演一个牺牲受苦的角色的时阵，咱的这个牧长亲像高牧师同款，竟然是爱先写好遗书，然后才开始草拟各位即马所看到的人权宣言。各位亲爱的兄弟，今仔日若请你先写好遗书，你再来诚做基督徒，你要也袂？你的选择的是啥？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那高牧师的选择，我一定要安尼行。我要做一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是伫一般人大概看袂到，嘛一般的册，包括高牧师的这个回忆录内面嘛无写到的。1999年的4月18日，迄个时阵我拄好伫总会担任总会干事，是负责教社委员会。1999年4月初10开始，伫咱的立法院的广场的中间，有一阵立法委员发起，要求立法院爱设立公投法，所以因发起一个运动，叫做公投绝食活动。当时包括李胜雄长老、黄昭同主席，包括赖清德立委，遮个侪人，包括高俊明牧师，有将近差不多20位，遮勇敢的台湾乡亲，去到伫立法院的广场的中间，伫4月初10开始就绝食。因为我迄阵伫总会做教社干事，所以我嘛为着关心这样代志，常常爱伫遐出日，而且通过总会教社委员会，咱有拜托将我基督教病院派一台救护车，一个医生，一个护士，24点钟伫立法院的边仔来关心遐个绝食的人，若有身体有状态的时阵，马上会当关心。4月18日迄天拄好礼拜日，迄天早起，高牧师甲我讲英语牧师。今日礼拜日，咱来带这阵勇敢的台湾的乡亲做伙做主日礼拜，好无？我甲讲好。立位，迄阵因已经绝食8天啊，已经绝食8天的人，高牧师迄天早起，伫遐要带大家做礼拜。我伫边仔，我徛伫伊的边仔，
派迄个大声公，然后高牧师讲道。我印象中间真清楚，迄天高牧师引用《路加福音书》第13章的31节到33节。迄段圣经节是法利赛人咧威胁、恐吓耶稣，讲人伫要甲你杀死，你要紧走。耶稣伫遐回答讲今仔日虽然是安尼，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我一定继续行我的路，因为先知无应该受杀死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高牧师用这段圣经节来鼓励当时在场而且台湾的乡亲，虽然因在座真侪人毋是基督徒，总是因会当真清楚看见高牧师亲像侪这基督徒同款，咧面对威胁、面对艰难、面对死失、困苦的时阵，怎样伫迄个中间坚持上帝交代使命甲责任？虽然爱面对死亡，嘛甘愿欢喜。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所看到的高牧师，这是咱所经验到伫台湾的处境的中间，咱要成做一个台湾的基督徒，咱常常伫迄中间咧面对艰难困苦的时阵，咱怎样勇敢坚持上帝交代咱的使命甲责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对今年1月开始，这个 COVID-19 中国武汉肺炎带来全世界人类各所在艰难困苦甲危险，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700万人伫咧中间得到这个病，已经42万的人伫遐丧失性命。足侪人咧问，上帝为什么让阮这款代志发生？每一个生命，上帝拢看作宝贝，为什么遮尔侪人丧失性命，离开亲人朋友？其中有真侪是基督徒，其中有真侪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各位亲爱兄弟，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讲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这句话是非常无简单的一个信仰告别。保罗竟然对所有人讲恁着爱学我，因为我已经学基督。各位亲爱兄弟，基督徒一生今仔日咱要安怎？有一日咱会当真勇敢，亲像保罗同款。我甲人讲恁爱学我，因为我已经真正学基督同款。咱今仔日要怎样伫总会事工奉献主日的时间，特别关心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着咱伫台湾对105年到即马，已经超过155年的教会，咱要继续定军伫台湾，认同所有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5万的记号。我大所念的，这是咱1985年第32届总会通常议会所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当时为着咱要面对伫台世纪，当时咱的思考，长老教会伫台湾已经120年啊，咱要继续伫台湾这土地中间，面对上帝交代咱的使命甲责任。所以咱迄阵通过56年的总会，每年伫遐讨论一句一字，伫遐讨论了。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这信仰告别内面第3段的教会观最后4句就是一直伫遐强调，咱的教会是定军伫台湾本地，认同所有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5万的记号。伫今仔日总会事工奉献主日的时阵，伫咱的旧部业一份咱的总会事工奉献主日奉献地，这奉献地后壁你会看到。请咱斗关心总会目前所咧推动几个较重要的事工，包括 TEF 台湾普世论坛。普世论坛是邀请咱侪这普世的教会做伙关心台湾的处境，特别是台湾今仔日伫国际中间咱的定位的问题。台湾虽然伫今年 COVID-19 咱表现遮尔好，总是咱嘛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因的年度大会嘛，连邀请咱去做观察员，也是讲请咱参与做观察员嘛，无迄个机会。咱嘛毋是咱各位会员，台湾伫即款的处境的中间，咱要安怎得到更较侪普世教会关心第一，
来为着咱关心大岛，这是台湾普世论坛所共同关心。第二，咱教会这几年咧推动高龄关怀的事工，看见咱侪侪年纪较大的台湾人民，教会怎样会让主动去关心，通过咱真侪长照，无论为了健康站也好，也是教会所做的这款关心老人、独居老人，或者关怀事工的中间，互因会当去经验上帝的听甲平安。去年咱有台湾基督长一个真重要的机构，就是历史档案馆。伫去年11月底，甲台南新学院做伙，伫遐提供土地中间，咱的台湾基督长个历史档案馆，去年11月底开始伫遐启用。这是真重要，要保存咱台湾基督长个真重要的文物，真做咱的教会真重要的一个见证。包括亲像咱文山教会。咱过去为着即个旧的礼拜堂，迄个时阵嘛，甲咱政府要哪去认定是古迹，要哪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去肯定上帝伫咱的历史的中间带予咱一个信仰见证。所以，即个历史档案馆，台湾基督教到150几年，咱才开始成立。咱嘛特别为着即个档案馆会开始建立了以后，伊要哪去保存遮的重要的物件，会当互咱的国教会。互咱整个台湾基督长教会，搁较看到咱向前的脚步，怎样对历史的回顾、信仰的见证来看见咱的愿望。总会最近嘛，通过甲米兰测绘伫花莲遐，咧起一个即个米兰的会馆。即个会馆通过早前咱的宣教师所设立的即款的买土地，这土地要哪好好运用，来伫咧中间。成做一个真重要一个经营，所经营的即个会馆有甚款的收入的时阵，将来当成做咱的总会真重要的帮衬。所以咱嘛特别为着总会，特别后礼拜就是后日，咱65届总会通常议会本来爱伫4月底召开，但是为着即边的即个中国武汉肺炎，总委会有决议延来到伫要来的即礼拜6月16到17。伫中华基督教病院伫遐召开，嘛将咱原来4天的总会通常议会，甲伊减做只有2天。拄好去碰到咱看到大甲妈祖咧，拄共迄个时间，咱要召开总会通常议会。请咱特别为着咱的总会，要哪继续通过咱目前23个中会、4个族群区会、1269间的教会，咱26万的信徒。常常伫台湾即个土地中间，真做愿望的记号。小咱的吟圣诗548首，我活是为基督。要结束的时阵，咱会吟402首，恳求主你引带甲脚步，愿上帝祝福咱文山教会，互咱咧敲找牧者的过程的中间，咱常常少念过去，包括圣山牧师一只牧会过程，以及咱众兄弟姊妹。怎样伫基督信仰顶面，咱得到的学习、见证，咱继续向前行。咱嘛特别将上帝交代咱台湾基督长教会整个的教会，伫台湾这个国家2300万人民中间，怎样真正做愿望的记号，请咱所有关心、大岛支持甲奉献，请咱三个同心来感谢。听我的上帝，感谢你，搁一遍。通过你的话来提醒阮，也特别通过保罗家己的信仰见证，伊的告别，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愿你祝福阮文山教会所有忠心兄弟姊妹，伫阮每日的生活中间，阮更加轻佻伫你，阮更加欢喜，正做你尽忠的妻用。求你，互阮的性命会当常常活出。上帝伫甲阮同在的平安甲喜乐，也恳求你通过阮的祈祷、关心、支持、奉献，互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阮伫台湾的人民的中间，常常成做真正愿望的记号。阮将即款的期待，将即款的使命甲责任，常常提起伫阮家己的中间。愿你赐福，通过圣神的同在，建立阮信心、勇气。以及平安喜乐来成做你的见证，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下面咱个吟圣诗548首，我活是为基督。我活是为基督，死得利的有好。我的心望主的国，做你尽忠落幕。咱会起立吟全首，圣诗548首。请坐，下面咱来奉献。
请坐。下面咱来报告。咱先开咱周报第2面，咱先读今仔日的金句2解。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哥林多前书10章第1节，搁一解。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哥林多前书10章第1节。咱来看后礼拜咱事奉同工吼，咱领唱诗刘应乐长老，司礼是齐家文执事，司金是黄慧月姊妹吼，献诗是感恩团契。咱司献是张金敦吼，咱交代郭金敦、涂伟仁、郑美凤吼，咱音控是周明雄加周鸿邦兄弟吼。那咱顶礼拜出席咱家己看吼，咱后礼拜聚会吼，咱拜三暗时查经祈祷会，咱题目是死与活的选择吼，经文是罗马书第6章第60到11节，咱主理是黄宗健传道吼，属会是林宗豪执事。咱后礼拜礼拜主理吼是张展桥牧师吼，伊题目是人生对乌白到彩色吼，咱圣经甲圣诗吼，咱家己看吼。好，咱看后面，咱教会的消息甲报告吼，咱今日咱是总会事工奉献主任吼，咱欢迎总会研究甲发展中心牧师吼来咱中间正道甲请安报告。咱请兄弟为咱总会事工关心带导甲奉献，我答林牧师来说多声吼。第二，咱下昼吼1点要开始音控训练吼，咱请咱音控同工，是对音控服饰有兴趣的兄弟姊妹来参加吼。第三项，咱的各团契吼，咱请咱读紧打迄个后一季的聚会表交互咱的干事吼，咱安排后一季的聚会吼，到今日吼。第四项，咱后礼拜下昼1点半要召开圣诞节的筹备会，请咱礼拜组的同工甲团契会长来出席参加吼。第5项，同款是后礼拜吼，咱下昼1点要进行教会财产的盘点吼，咱请咱的中级吼，拢做阵来参加吼。第6项，咱伫暑假吼，7月16到7月17，咱举行咱儿童节学的夏季儿童营吼，咱请咱兄弟姊妹鼓励咱的囡仔吼，大班以上来报名参加吼，咱报名表伫楼骹吼。第7项就是后礼拜咱门诺黎明机构，要来咱教会，就是张展强牧师吼，伊要来咱请安募款哦，请咱兄弟嘛准备心吼。第8项，咱伫7月11号吼，咱中会有举行迄个中级的训练吼，请咱中级哦，尤其是今年拄就任的执事吼，一定爱参加吼。咱详细的报名甲迄个内容，课程内容，咱有放喺1楼的办公公布栏啦吼。希望伫咱26月28进前就咱来干事来报名吼。好，后面下面迄个一寡通知消息，咱家己看吼。好，毋知今日有头一届来无？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兄弟甲姊妹，伊是柯玉佳的爸爸甲妈妈，请因起立一下。因是咧高雄的光岩教会聚会，应该是来台北找囝，我欢迎。看孙啊，我欢迎伊，欢迎。好，咱欢迎柯玉佳兄弟爸爸妈妈来咱到遮吼。
希望你定定起看顺，啊，阮就定定看到你吼。好，咱欢迎伊吼。好，下面咱来吟诗吼，圣诗404，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吟诗煞，咱请陈牧师带咱祝祷。咱起立也吟全首402首。愿至圣上帝怜悯甲疼痛，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典，圣神保惠师为助者的扶持，甲咱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做为默祷。